妹妹，妹妹，你就笑一笑嘛，你就笑一笑嘛，妹妹，妹妹，哥哥，妹妹，你不要怕，到张公子家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不要哭哦，不要哭。你要是不愿意去，我替你去。傻话。小姐，员外来了。老子，老子，我跟妹妹商量好了，张公子家他不去了，我去。哪个让你去的？那我不让我去，那你去啊？老子，要不我们俩一起去？滚！你不听我说话，妹妹听我说话。布娃娃是妹妹给我做的，布娃娃听我说话。老爷。凤儿啊，你就骂爹爹一顿好吗？啊，女儿啊，爹爹求你来了。不是女儿不听劝，终身大事非等闲。难道你不知儿的强援？难道你不明了张家公子势不全？难道你愿将女儿把钱还？难道你眼看女儿下深渊？女儿啊，你举袖饭不见世面呐，你可知靠什么来撑这块天？有钱那个就能高官做，无钱那个就得占节业，有钱就能骑大马，无钱便把还有钱，钱财保你不变，此人见钱也真难言呐，此人见钱也真言，也真言。莫说贵妇不管钱呐，为了你算盘打了好几年，多年的待哥哥是我终身寒，只有你才是我心中小花园。为家事啊，那也不是心机变，为儿女早把白发更更呐，天呐，白发更更天呐！爹爹，可怜你一生钻钱眼，恨不能将女儿化成金砖。女儿不做你摇钱树，女儿不做你过河的船，女儿不到张家去，愿将冤情引起杜鹃。
你可读过45经？读过。你可知道3纲5常？知道。那为父的话，你为何不听呢？爹爹，若论3纲5常，那就是爹的不是。我自古道，兄不娶，妹不嫁。等我有了嫂嫂，女儿自然会出嫁，这是人间常理。难道爹爹你忘记了？兄不娶，妹不嫁。理是这个理。可是你哥哥是个呆子嘛，哪家姑娘肯嫁给他哟？哎呦，十不全都能娶到我们家小姐，我不相信呆哥哥还娶不到媳妇啊！死丫头！我告诉你啊，彩礼已经收了，只等张家花轿一到，你就得给我上轿。爹爹，小姐，你别挤过去。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要逼太狠了嘛！他还敢怎么样啊？老爷，大河没上关，腰上有腰带，毽子锋利刀又快，只怕是血溅绣坊落火灾。老爷，不想活了！哎呀，小姐，哎呀，老爷你快来呀，老爷你快来呀！丢了宝贝女，失了万贯财，尊一声我的老员外，岂不是一笔冤枉债？我不想活了！我不想活了！小姐怎么办呢？小姐，想开点！老爷这怎么办呢？小姐，你可想开点啊！你别想不开啊！你别想不开啊！小姐，儿子呆，女儿嫁，我前世做的什么孽呀？来人呐！我不想活了！我不想活了！哎，来人呐！哎呦，怎么了，老爷？老爷发生什么事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啊？小姐她怎么了？她要寻死啊！女儿，去，把大门顶上，快，把水井给盖上，盖上。等等，把绣房锁上，是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！哎呀，我的儿啊！哎呀，我的儿啊！你怎知多
那重把情长表，设法与他相依度良宵，恨只恨人间无正道，怕只怕一河断鹊桥，断鹊桥。你家老爷真是，张家早有话，媳妇上了轿，黄金立刻送到。这现在就要去退黄金，那不是自讨没趣吗？嗨，王妈妈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家老爷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不死老子不摔盆的。昨天呢，又来一个提亲的。什么？我们家小姐呀，对他也中意。又来一个求亲的。哎，你家员外已经……嗨，幸亏这个求亲的是一个穷鬼，我们家员外啊将他轰走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吓我一跳！哎，千玺啊，这到手的生意可别让人搅了啊！嗨，你放心，这生意不管怎么说，也有我一份啊，我怎么能让人给搅了呢？啊！千玺呀，我答应给你的好处钱一定兑现。不过你可别狮子大张口，心太大嘞。不大，不大，我们37分，顶多28。37分28。37。28。37。28。哎呦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哎，这儿子不娶，女儿不嫁，这女儿不嫁，那我这个宝珠，我不去嘛。你去嘛，我就不去。去吧，求求你了。我不去。你要不去，员外要骂我，还要打我。你不要哭，我去就是了，我去就是了。哦，哎，呆儿啊，过来，爹爹有话跟你说啊。呆儿啊，你，对，你看，爹爹给你1文钱，你拿着去买果子吃啊。爹爹跟你说话，你怎么一言不发啊？我一说话你就让我滚，我一滚你和谁说话？鸡蛋！哎呦，这不是鸡蛋，这是宝贝！我就要宝贝！哎呀，它可是爹爹的命根子！我就要命根子！横竖我的命都在你手里了。呆儿，你坐下啊！宝珠，你小心拿好，看一会儿就还给爹爹啊。这个鸡蛋好亮啊！呆儿啊，爹爹有件大事跟你说。你说。爹爹花钱给你讨个老婆好不好啊？讨老婆干什么？来，走，就是啊，白天给你做饭。做饭不是有丫鬟吗？晚上啊，给你捂脚。我脚底筋怕痒哎。就是和你睡觉。不行，他要是半夜起来偷我东西吃怎么办？老子都舍得花钱给你讨老婆，你还怕他偷你东西吃？不行。哪个男人不讨老婆呢？
你彩凤妹妹一出嫁，眼看着你爹和你妈都老了，将来谁来照顾你呀？我的呆儿子，我们钱家的血脉还得靠你来续呀！你得讨老婆呀！老孙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讨老婆就是了。哎呦，我的乖儿子，你听爹爹的话啊！乖儿子，哎呦，我的。不过他来了，不能和我住在一起。那跟谁住一起啊？啊？和你住在一起。你滚！给老子滚！滚就滚！等等，把宝珠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不给！你给我，就是不给！我打死你！我就是不给！我看你往哪跑！我就是不给你！还给我！就不给！就不给！把宝珠还给我！把宝珠还给我！哎呦！宝珠不能吞哦，宝珠！哎呦啊！我的宝珠啊！这个鸡蛋没味道。哎呦，我的命啊！哎呦，我的命啊！我的宝珠啊！忽听得悲悲切切，笑声碎。为钱愁怀，何泪垂？黄迎风，风迎黄，再去一回。意难平，心潮滚滚，把人推。春寒了桥，晓惊人，无边落花乱纷飞。院墙高高，门紧闭，闺中人了难自解围，咫尺如同天涯远，一腔阻隔，两心碎，恨不能化成狂风把枪挥，恨不能编织风儿如绣薇，小姐呀，你可知墙外人儿心急碎，小姐
我眉峰深愁，画的泪处处替子归。莫非这人间真的出了轨，求婚须得用千对，用千对。长天遥望空错台，又听得凄凉笑声轻轻吹。公子，事在急，也不能伤坏了身子，快进殿歇歇吧。哎，看把你急得这样。来，公子，你坐下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文龙我忧心如焚，心如石堵，我什么也吃不下。去，你去，快！老爷，这黄金可兑回来了。你快去说说呀！张家还是那句老话，只要新娘上轿，黄金即可兑现。你们张嘴不会说呀？黄金不兑，亲事拉倒。老爷，亲事拉倒，那宝珠要退还给张家的呀。是啊，宝珠没了啊？什么？宝珠让那呆子小畜生给吃了。员外，这宝珠可是你亲手收下的聘礼，那可是无价之宝啊。这婚事成了则罢，要是到时候小姐不肯上轿，你就是拿出万顷良田也赔不起，说不定还要吃官司坐牢。你别忘了，张家在京城有当官的亲戚。哼！王妈妈，哎呀，王妈妈，你听我说呀，我女儿她愿意出嫁。哦。我女儿说，只要她的呆哥哥娶上媳妇儿，她就愿意嫁到张家。对，还是不愿意出嫁。哎呀，少爷是个呆子，哪能娶到老婆？王妈妈，你是救命活菩萨，你就给呆儿求亲做媒，你就发善心吧。好了，说说有什么条件？哎呀，呆儿子娶老婆，不计富贵家贫，不讲生辰八字，不论年龄大小，只要是个女的就行了。行，拿来。什么？酬金啊？钱？娶这样的媳妇儿还要钱？王妈妈，你心太狠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小姐，不好了！小姐，不好了！小姐，少爷将张家的聘礼夜明珠给吞到肚子里去了。一波未平一波声，格格无将，宝
有主等。我若拒婚不出家，聘礼如何退掌门？5日之前步步进，裁缝心中乱纷纷。世俗难敌面难见，人听自归伴泪痕。小姐，小姐，哭有什么用啊？得赶快想个办法。小姐，快想办法！办法。这绣房上锁，二门上栓，大门口又有人值守，我是怎么出得去呢？那只有等到张家花轿来抬人了。不，苏公子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他一定会来救我的。哎呀，儿子，儿子，你忍着点啊，忍着点儿。哎呀，儿子，你忍着点儿，我去找你爹爹商量商量，你忍着点啊。嘿，我都急得像小猫抓心一样，你倒好，像瘟神菩萨一个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啊，你，哎呀，哎呦，疼死我！哎呦，你说你讲，儿子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呦，哎呦，儿子，老爷，是得想个办法，把宝珠给弄出来。就怕时间一长，宝珠化在少爷肚子里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呀！哎呦，我的小命哟！老爷，我们何不出一个告示，重金悬赏？说不定呢，有人有办法把宝珠从少爷肚子里，拿出来。这不又要花钱吗？奇事啊！千家荒唐哎，喜事多哎哟，喜事为臣迎来贺。儿子啃宝珠啊，心黑着忘了我，重金悬赏喜良医。苍天总算有眼，苍天总算有眼呐！哎，胡大嫂，咱们想个办法，今天晚上小猪。好主意。黛儿啊，再吃个鸡蛋吧啊！我吃不下了。黛儿，再吃一个吧啊！快点儿！我不想吃了，再吃一个。少爷，再吃一个吧！少爷，黛儿，你别跑啊！少爷，黛儿，少爷，黛儿，再吃一个吧啊！再吃一个，快点！哎呀，我的儿子，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！少爷。黛儿，快出来！不吃了，儿子，不吃鸡蛋了，快出来吧！啊，不吃鸡蛋了，快出来吧！再吃一个，你吃了这个鸡蛋，也许会把那个鸡蛋给顶出来。儿子，你再吃一个啊！再吃一个，爹爹
求你了，求你了！不能再吃了，大儿的肚子都撑破了。不吃宝珠怎么出来呀？不能再吃了，不吃怎么出来？怎么出来？不要宝珠鸡蛋，再吃一个。老爷，就是不能再吃了。老爷，我说再吃一个，老爷，鸡蛋了。老爷，门外来了一位名医。来了名医，叫什么名字？摸不清。摸不清不能问呐。问了，就是摸不清。既然问了还摸不清，哎呦，我的老爷，你让我急死了！不是我摸不清，是那位先生姓莫，名不清，摸不清。太巧了。快请莫先生进来。有请莫先生，有请莫先生。有请莫先生。公子，你怎么了？胡大嫂，我有点怕。嗨，茱萸就得下水，逮鸟就得上树。哎，我们不商量好了吗？来，快进去。莫先生，莫先生，有请。老爷，老爷，他来了。哎呀，员外，先生高兴大在下名。姓莫，名不清。莫不清。好，平步青云。莫先生，祖上也一定是名医了。请。请。来，莫先生请坐。请坐。莫非岐黄中无事一字通，黄帝内经常读诵，文王八卦即行凶。哎呀，好。足迹遍江湖，历经南北风，治病看相观风水，能治祸福与吉凶。看来这位先生还是一个万事通啊！对，请先生查看下药，把宝珠取出来。对，请。拜托了。请。请。小姐，可看清楚了，是他吗？我看有点像，像得很。不会吧？哎呦，不才，告辞了。先生，你还没有开药方呢，怎么就走了？先生，我儿的病还有救吗？啊？这宝珠，我有话想讲，可是不知该讲不该讲。讲，先生，你讲快讲啊！我看贵府邪气上扬，
正气难以平抑。那宝珠吸天地之气，日月之精，难以镇家护宅，故宝珠躲进少爷的府内。若要取出宝珠，非药物所能及。请先生想方化解，老朽感激不尽呐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以步才看，贵府东北方有怨气上冲。哎，老爷，这莫先生真有两下子了啊！他说东北方有怨气上冲，指的不就是小姐吗？对呀，对呀。莫先生，不瞒你说，那东北方是小女的绣房。女儿不允婚事，他就把女儿锁在房子里。我那女儿寻死觅活的，她说哥哥不娶，她一辈子不嫁。我儿把她锁进了房里。哦，哎呀，老员外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能不告诉我呢？我……难怪，看来令爱绝非等闲之辈呀。请先生指教，老朽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请小姐前来一见，我当面开导于她，让她心平气静，你宅上也就通泰了。治病先治本，那宝珠只需一副药便可取出了。好，快去请小姐，快点。不，恐怕要你们二老亲自去才行。哦，好，我去，我们去。女儿啊，女儿，爹爹请了一位术士，为你哥哥取珠。他说要想见见你。什么术士？我不见。女儿啊，爹爹不该把你锁进房里，这是爹爹的错。女儿啊，还望你去一趟。不去，就不去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为了全家，你就去一会儿吧，啊，去吧。脉象不明，脾虚过甚，不宜大喜大悲，不宜婚姻呐。你说什么？不宜结婚？我就不想结婚，我就不想结婚。莫先生，我就不想结婚。小女来了。哎呀，来，莫先生，小女来了。小姐，请坐，让我看看。来，女儿坐着啊。来，坐下。美
翠海棠。元气满天晴，云雾锁上苍，锁上苍。针线眼相逼，抱住腹内藏。小姐呀，请你闯带月郎，定能杏树美模样，定能杏树美模样。请莫先生开个药方。让我写来。月夜取露，园中有方。龙胆唑饮，凤翅捣浆，其为解药，飞猪出腔。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来，给我看看。东说美，西说美，两腿忙得相不吹，全凭一张嘴，心口胡乱吹。只要钱到手，管他喜和悲。只怕云到事业悲，奶嘴的美过叶落梅，叶落梅。月夜取露，露水，园中有方。铜钱，龙胆唑饮，蛇胆，凤翅捣浆。鸡翅。